好多新參加訓練嘅學生咧，都會問我應唔應該飲蛋白粉。我通常都比較反對嘅。當你未掌握個人 macros 攝取嘅前提下咧，一律都不建議飲蛋白粉嘅。macros 宏量營養素，即係蛋白質、碳水同埋脂肪嘅攝取分佈。你試諗下，一個學生啱啱 join 咗訓練，一星期可能訓練1至2次，對飲食毫無概念。如果每日飲一包蛋白粉，let's say 每一包蛋白粉大概150卡路里啊，一星期7日乘翻7就係1050卡路里。正正因為每日一包蛋白粉咧，一星期嘅攝取量咧就足足增加咗1000嘅卡路里啦。對於減肥嘅你，根本就係本末倒置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你冇控制飲食嘅前提下作假設啦。所以當你問教練應唔應該飲蛋白粉之前咧，你先問自己2個問題。第一，你幾時開始控制飲食？第二就係當你點餐嘅時候，你有冇考慮過嗰餐裏邊有幾多蛋白質量呢？當你做足以上2點，你先考慮應唔應該飲蛋白粉都未遲。